哦，中山必仙寺啊，是恭送观音佛祖，观音佛祖他回那个火山碧云寺。哦，你看呢，很多人在跟随在后面呢，香路是很远的，香客很绵延几百公尺的哟。中华民国105年，公元2016年2月1号，国历2月1号，农历乙未年，中华民国104年农历12月23号，中山必仙寺恭送观音佛祖回关子岭火山必仙寺，回山撇回去，然后隔年正月初9跨初10，晚上子时11点多再恭迎观音佛祖圣驾回来，然后有绕境活动。这是台场的那个造了林，独角仙的保护园区。